哎呀，你莫是讲我啉水酒，我是真欢喜。哎呀，金珠宝新闻听了饱袂困。头先这个音乐咧，其实是为了祝福我一对咧，对英国的好朋友，啱啱一个月前咧刚结婚尔嘛。呢，就是伊个威廉斯王子甲伊个某 Kate 王妃咯。哎呦，我甲你讲哦，我牺牲真大咧。伊若有请我去呀，但是我做这个节目，我无闲去。哎，但是袂要紧啊，这个咩皇族啊、明星的迄种婚礼吼，我去真侪摆了，无相信，我有上做证据的。那什么梁朝伟甲刘嘉玲就不丹呐，这个梁静茹甲 Tony 就这个菲律宾啦，还有这个大 S 甲汪小菲的海南岛啦，我拢在一边嘛，我是在场贵宾呢。啊，逐摆咧这婚礼吼，伊咱要找这款名贵的车来结婚呢。无够特别咯，因为最近啊，我就看到对这个帕迪森呢，有一对新人吼，人真特别咧，是三轮车，跑得快。但是真辛苦咯，这新娘官吼，爱坐三轮车载了一个新娘啊，来到这个礼堂咧，哇，若是讲我的金城武 baby 吼，爱甲我结婚呢，我是真心疼的咯，袂使互伊载我，真甲安尼缘投，规身躯汗，真可怜呢。还有另外一对咩真特别咧，就是德洛英丹一边，哇，这对咧，伊坐三班船。三班船呢？哇！你想看卖三班船的古老物件，安怎伊会收留咧？原来吼，伊拉的爸母咧，古早为做三班船，一个孙爱 pair 安排来结婚呢。过后咧，伊拉的婚姻生活啊，哇，真正美好咧。所以讲咧，这对新人咧，就做三班船来结婚啦。但是这摆，伊拉的三班船就一辆车拖了行的。好啦，今日我报新闻咧就到这为止，下礼拜会去准时收看哦。因为听我金珠报新闻，包你事事拢会顺。